的关联，就接纳现况，咱就爱接纳伊，接纳因谦卑顺服伫主所安排。安尼，咱就会当有一个赢过即个竞争型的结局，有一个日光顶面的结局，因为咱的性命伫即个调整的过程的中间，一定变做无共款。因为咱是定稳伫日光顶面的上帝，毋是定稳是咱所面对的迄个人，迄才是迄个环境。肢体中间加减拢会有无协调的所在，才会真正常。因为教会就是个有机体，是活的，毋是死的。生命起起落落，也是在所难免。有的人的生命可能行伫即个时阵，伊足好的，总是可能有时啊，咱会感觉讲，咱的生命可能到那个我们属灵有高峰有低谷，起起落落，在所难免。冲突有时，和平有时；冲突有时，和平有时。咱着不时提醒家己，毋通真做互人滑倒的人，也警醒家己，毋通遐尔简单就受到影响，着常常仰望日光顶面的上帝。约翰福音书第6章21章遐有一段彼得和耶稣的对话。彼得对耶稣所听的迄个门徒约翰，大家拢知影讲迄是约翰。彼得对约翰的未来充满好奇，伊就问耶稣讲：耶稣，迄个你所听迄个门徒，伊后摆会安怎？耶稣就甲彼得讲：伊的未来如何和你无关系啦？你着专心问题我。共款即句话，耶稣今仔日也和咱讲：无米人安怎伊的未来和咱无关系？咱着专心问题耶稣，咱着专心问题主。咱的信仰是不是会当莫受到环境的影响？每一个阶段，咱每一个阶段的结局，是毋是会当赢过万项事的起头？求主帮助咱劝勉家己，毋通将心思一直放伫咧想要安怎来控制别人的心情。但是上帝要互伊管的，咱也要继续保守咱的心，咱也要继续保守咱的心，欢喜献上家己，专心问题主。毋通因为某物人安怎，我安怎就讲好啊，我莫做啊，还是讲安尼我莫来教会啊。无论上帝要互咱的环境发生啥物款的代志，咱就爱专心问题主，因为主的恩典带来咱面。咱要带到永远的是金、银、宝石，还是茶、草、中国的性命呢？是日光下面空起的性命，还是日光顶面美好的性命？我想，大人的心中一定已经拢有答案。咱三甲来祈祷。因为上帝，我感谢你，赏赐圣神我会使帮助我，伫得时不得时的时阵，愿意谦卑问题，忠心服侍。恳求主圣神继续保守我的心，保守我后前的道路，互忧闷赢过欢喜，互吞忍赢过骄傲，互阮一生的结局通赢过阮出世的日子。阮安尼仰望祈祷，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